Welcome back，我係何明lau你係 Career Coach and Headhunters。照舊喺鏡頭背後同我一齊傾偈嘅有 Candy。Hello，大家好，Ming 啊，我哋今日要傾一個表面聽落好似一個大讚賞，但係其實係大伏嘅情況 ，quiet promotion。結果咧就係你每日頂住咗 manager 嘅壓力，但係個銀行戶口就仲係打工仔級別。冇錯啊，呢一個係好多公司慳錢，但係魔術最叻員工最常見嘅手法。所謂 quiet promotion，即係你嘅工作範圍突然大增。例如老細走咗啦，你就被叫去頂上，咁但係 title 又冇變，最重要嘅係人工1蚊都冇㗎。老細通常會點講呢？就係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機會，不如我哋睇下你嚟緊半年做成點，之後先再傾正式升職啦。嗱，咁其實聽落都好合理啊，所以好多人咧都會應承噶。其實點解係服呢？因為半年好容易就會變成1年，甚至更耐。公司用 junior 人工買到 managers 嘅產出，到咗所謂半年之後，公司可能話 budget 就 freeze 咗啦，又或者乾脆喺出邊揾咗個人空降做你嘅上司，嗰陣你已經用咗自己嘅表現換嚟零談判籌碼。咁如果老細叫你頂上，你又唔可以直接 say no 㗎，好似好唔合作咁噶嘛。咁到底應該點樣拆呢？嗱，唔需要一口拒絕嘅，你要用 scope to salary alignment strategy。咁你可以咁講啦。我好感激同埋開心有呢一個機會，亦都準備好接受呢個新嘅挑戰。為咗確保大家對成功定義一致，咁不如我哋就訂立呢個試用期嘅 KPI。如果我喺某一個日子之前達到呢一個目標，我哋就會將我哋嘅 title，將我嘅 title 同人工正式去調整，去反映呢個新工作嘅範圍。哇，OK 喎呢招，你係講緊 yes，但係同時咧設定咗一啲界線，逼佢哋對於 timeline 同埋結果咧作出一啲承諾。完全正確，之後一定要白紙黑字去寫低，開完會 send 封 email 去做總結。假如佢哋連 timeline 或者 KPI 都唔肯釐定清楚，咁你就要知道佢哋由頭到尾根本就冇打算為你多咗嘅工作去俾相等對等嘅人工。下個星期我哋會傾另外一個同樣關於錢嘅服 performance review 嘅錯覺。點解喺 any review 先至開口要求加人工？其實已經太遲。你應該喺幾個月前做啲咩準備？呢集一定會顛覆大家嘅諗法。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嘅 podcast，同埋 LinkedIn follow 我哋 Trophy Executive，TROUVE Executive。下個星期見。